後日就跑馬拉松啦。喺呢段時間，我日日加強訓練，務求喺比賽當日有最好嘅表現。可惜我竟然喺比賽前夕扭傷。好在我隨身攜帶有薄荷成分嘅產品，為咗參加比賽，我唔可以俾少少嘅傷影響表現，所以我要把握黃金72小時進行急救。終於到咗跑馬拉松嘅日子，好彩有你，我先可以回復最佳狀態，越戰越勇，愛自己多一點，健樂通。運動員受傷就會造成受傷部位附近嘅血管出血，而周圍未受傷嘅血管亦都會因為化學物質嘅刺激，引起大量體液嘅流向受傷嘅地方，最後就會出現紅、腫、熱、痛4大嘅症狀。一般人都會用冰去消腫，但其實仲有另一個方法，就係用薄荷冰嘅產品 1.0， 再用保鮮紙包住，因為薄荷冰嘅效果係可以降低身體嘅溫度。咁佢就會可以逐漸造成血管嘅收縮，發炎嘅情況就可以得以緩和，最後就可以達到減輕疼痛嘅效果嘅。